高者特别帮公共的面包所吸引，而且每一个学员拢真认真，不管是行棒草回答，爱过烘炉，佮爱利用时间将面包抹上2页，烘出来才当定型黄金色地。另外一个讲到就是咧包装的分工合作，看起来单纯的工作，不过却是需要每一工提醒、耐心指导的成果，因为因拢是无多进入就业市场的心理障碍者。正常人的话，可能要1天就可以学会了基本动作，比如插蛋啊，这个可能1天就。但是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人，可能要学个1个礼拜，或者重复的练习，重复的去做，或者比如说今天做完了以后，他可能礼拜6、礼拜天休息了以后，礼拜1了就忘记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可能会慢慢的1个月、2个月这样子，让他真的记得。他要怎么把这些蛋液插到很平均、很均匀？这样可能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。安平康家今年10月通过劳工局核准设立庇护工厂，将陆续收满12位学员，透过做面包、点心来证明家己麦当摊食，拍开无同款的人生。其中读大学法律系与会的重新找回自信。我学的东西也是一样都不可以马虎，也要专心的看，才不会做错。会觉得很困难？不会，我们的厂长跟大姐们都很热心的教导我们。所以拿到第一笔的收入了没？拿了，心情怎么样？学员眼中的厂长本身嘛领有视力障碍手册，伫将近30档的做胖生涯准备退休的时，有机缘来到福田继续奉献，要以安心、实在用料以及配合人客定做的经营模式，延续爱心。用帮消费者做一个客制化的产品的一个，比如说他要订餐盒啊。然后我们100元起跳啊，80元啊，或者是120元啊，我们可以帮他搭配这样的内容，或者是他要蛋糕啊，蜜月蛋糕怎样，我们都可以用客制化的产品来，他的预算多少，我们都可以帮他做一个很详细的规划，或者是像圣诞节啊，或者是人家婚礼结婚的时候婚礼小物啊，我们都可以帮他做精美的规划。凡事起头难，庇护工厂嘛配合政府百大联合行销，就希望增加知名度。因为每一个点心拢代表一份支持甲社会关怀。希望各界社会人士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，或者是想要做公益的社会人士，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，支持我们，然后也欢迎来现场，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状态，了解他们的辛苦还有成长。好，其实他们真的很努力在生活，然后很努力的在学习。那希望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安平康家福田庇护工厂。带来新闻、攻击、彩虹报道。